我諗今日我想講嘅主題呢，就係同各位分析下你哋嘅草案裏邊呢，有啲咩條文你哋應該係關注下嘅，或者你覺得可能會影響你嘅日常生活啊，或者係你以往即係你認為係十分即係對你嚟講係重要嘅一啲自由。咁首先我想強調呢，就係其實唔係需要個個都熟悉法律或者係律師呢，然後至可以去討論一啲條文嘅，即係究竟係寬鬆啊，或者係嚴苛。呢個係重要嘅，因為點解呢？即係如果個個都認為，喂，我自己唔係律師喎，不如我都唔好表達我意見嘅話呢，可能你哋嘅立法呢就會即係去到一個即係個個人都唔敢出聲嘅地步。咁呢個我覺得係絕對唔係一個合適嘅即係處理呢個草案嘅方法。我喺在此期間，我唔會嘗試咧去將呢個草案同香港嗰個03年嘅草案作出任何嘅比較，因為我覺得咧就兩方面嘅司法制度唔同，咁大家即係面對嘅問題都係唔相同。如果你話澳門呢個草案係比香港嘅草案好少少嘅啫，我覺得毫無意義嘅。可能大家都係講緊50步笑百步，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咧就係要集中我哋嘅注意力咧，去睇下現時呢個草案有啲咩問題出現。首先咧呢個草案咧第一個問題咧，我覺得就喺講及第4條禁止顛覆中央人民政府行為呢一方面啦。裏邊嘅禁止嘅罪行咧，就係以暴力或者其他嚴重非法手段，試圖推翻中央人民政府，或強迫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或不作出其中其一某一行為者，就刑罰就係15年至25年。呢個係一個重要罪行嚟嘅。我哋要關注嘅就係乜嘢叫做一啲中央政府作出或不作出嘅某一行為者咧，喺度咧，我成個草案係冇睇到任何嘅進一步嘅傳譯嘅。咁即係我首先我即係覺得值得商榷嘅就係話，若果澳門人係用一啲行為去要求中央政府，譬如話釋放胡佳或者係釋放程翔，屬唔屬於係迫使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或不作出某一行為呢？喺表面文字嚟睇呢，就係可以係被納入呢條文度嘅。咁所以個關鍵嘅問題呢，就喺嗰個行為係咩行為呢？暴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係乜嘢嚟嘅呢？咁我哋睇到第3條嗰個定義呢，係話第2款呢，在立本法中其他嚴重非法手段指下列任一行為。第一就我相信係冇異議嘅，即係如果你係用侵犯生命啊、身體完整人身自由去迫使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某一行為呢，我覺得作為罪行係可以接受。但係第2條就有少少問題啦。第2條就話破壞交通運輸、通訊或其他公共基礎設施，或妨害或運輸安全或通訊安全。而所講嘅通訊就包括電報、電話、電台、電視、其他電子通訊係等等。如果你上街遊行嚴重阻塞交通，算唔算係破壞交通運輸呢？或者你喺網上發起一人一電郵，會唔會係一啲破壞或者妨礙呢個通訊嘅安全呢？如果係嘅話，如果有人喺澳門係發動一人一電信俾我哋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佢釋放胡佳或者釋放呢個程翔，如果釋放咗，呢個即係例子嚟嘅。咁會唔會係被陷入第4條嘅禁止顛覆中央人民政府行為呢？咁呢個我覺得係大家一定要值得去討論一下。第5條，呢個亦都有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存在嘅，就係話公然或直接煽動他人作出本法第2、3、4條嘅行為。公然咧，大家就比較上容易理解啲，即係話我登報紙啊，或者我喺街度做呢啲嘢，就好明顯係公然啦。咁咩叫直接煽動呢？